启示录第7章。后來，我看到四個天使企在天嘅四隻角頭，當定天上四面嘅風，五本風才在天上、海上，也係所謂嘅蛋糕。我又看到另外一個天使，蹦定完成上帝嘅意呢，對東方上來。佢太上對嘅梁樹上帝所屬嘅權柄，能破壞天老海嘅四個天使喊講：唔好傷害天海也係樹嘅，但係就在上帝嘅眾僕人額頭當證言呢。我聽講，在以色列嘅各基礎中，所證言嘅總數有144000人。猶太基礎中接受證言嘅有12000人，利片基礎12000人，迦得基礎12000人，亞薩基礎12000人，拿弗他利基礎12000人，瑪拿西基礎12000人，西面基礎12000人，利未基礎12000人，以撒迦基礎12000人，西布倫基礎12000人，約瑟基礎12000人，便雅憫基礎12000人。後來我一看，又看到一大群嘅人，數目千難計算。佢哋係對世界各國家、各民族、各種人、留各種語言來嘅，全部企在寶座、留羔羊嘅面前，着定白色嘅長袍，手拿定棕樹枝，佢哋大聲喊講：有人係對坐在寶座上挨掉嘅上帝、留羔羊來嘅。所有嘅天使隆重企在寶座、長老、老師嘅生活嘅主位，佢哋在寶座嘅面前伏下來敬拜上帝，講：阿們，願頌讚、榮光、智慧、感謝、尊貴、權能、力量，全部歸本愛道嘅上帝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。有一個長老問我講：呢下條着長袍嘅人係乜人？佢哋係對哪位來嘅？我應講：先生，你爭啲。佢老我講：呢下條人係經歷過太迫害嘅，佢哋是用羔羊嘅血將自家嘅長袍洗到白白，因為咁樣，佢哋在上帝嘅寶座前，日夜在佢嘅聖殿中侍奉佢。該坐在寶座上嘅上帝會親自庇佑佢哋，佢哋唔會再妒忌，也唔會再追責。日頭也係任何日氣隆重納佢哋唔到，因為寶座中嘅羔羊會牧養佢哋，帶佢哋到生命水嘅源頭，上帝也會出得佢哋一切嘅目的。